阿爸感谢创业世界受到当人嘅天数，一直坚持食材嘅家私来避开青乐松世界，天生夹嘅小嫩沙冰。未因为好食又便宜，当受到乡亲嘅中意。目前老店嘅高本来也上上来经营。而且我看你那个弄得好快哦。我要学这个三分钟就可以按它看学起来了。你看3分钟就学起来了，真的。而且阿公啊，刚刚看啊，全部都会做，再开始揉面团那些，全部都是手工的对，全部是手工。啊，现在都有机器可以代劳了，没有小时候用机器吗？机器没有那么快啊。没有那么快，对，没有你的手快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，比机器还要快的手。我揉面机器没有那么快。真的。对，我手工的口感不一样。哇，阿公刚才做的好困难哦。那个手就抓这样子，压着，对，这样子转啊。像圆规一样一个中间。弄一个，这样讲哈。而且啊，哎呀，它的面皮好 Q 软哦。手工的比较 Q 软。对啊，而且它是很软，咚 Q。你光用摸的，等下用面你就滴，它的口感一定很 Q 软这样子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漂亮，好漂亮吗？厉害。啊，大哥，你还穷事就谈谈爸爸，你看着他学做吗？就打杂了。而且看你包的速度也非常快耶，看到那个数字都没有停下来过。包这个料有喊出来。咸甜的，比较古早的味道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天吃，这是天吃。哦，这还不用包到包子里面就那么好吃了。反正我们留给喊出来。阿公，我包包看哦。好。其实啊，宝沟懂得种保味，可是刚才有没有大家看？我再弄一次给大家看，就提供带谁慢干某 Q 的事情哦。你看，你看啊，来先捞一下给撩饱弄了。看，当我在拉这个面皮的时候，你看我一拉，你就发现它真的很 Q， 有没有看到？做的奶冻虫，我这个有算成功了吧？漂亮。耶！我好开心哦！阿公，这可以吗？可以。耶，这个像一朵花，很像一朵花哎。手工係真辛苦嘅方式，上面係後面是切對豉油嘅，堅持自家用手切面，完全唔意思忌氣，因為記得一直認為冇用手心嘅本土，就冇辦法保留後面是嘅真意。哇，长整样出来小小的馒頭哎，还在冒烟，大哥这就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啊，吃看看来。这个是肉包吗？肉包。哇，好 Q 哦！吃看看。哦，你看还都会出盐呢，这个肉看起来就很想吃。早上刚吃黑猪肉嘛，对不对？黑猪肉。刚刚个面皮啊，真给很 Q 弹，还刚刚个起的用老料啊，哦，真的会让你有点配像个一盒沙的一盒生的。你看一下个薄黑皮，看它这一层厚度有没有？很 Q 很圆哦。这就是要用纯手工，这样有办法做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而且啊，你这里面调的这个料，除了是新鲜的黑猪肉以外，你有一些调味，提出它那个肉的鲜甜味，这样。对，还有一些菜脯，一些葱。彼此故作年代嘅米線係家頭嘅堅持，米線經過50年冇變。當日早晨，頭家娘同樣係照定天熱台一鋪一鋪嘅做法，用灶頭小炒來煨，好時好工就味道聞出又濃又香嘅香煙茶。天熱台嘅傳言，產生嘅牢固口感嘅質薄，行卡係告訴人吃食食到太，永遠會沉迷嘅米線。你还给妹算点肚那个一个招牌菜，对不对？对。好香哦。最传统的麻酱面。这个酱料味道啊，都配比完全冇食过哎，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麻酱的香气。韩哥，你这个面条煮的特别的 Q 弹。樂田人命嘅兩公婆，仲係夾煙做歡喜高。最後唔使講辛苦，心肝肚是有幸福。3萬本2份手工嘅米線做得傳出去，就像點嘅快樂嘅嘢，
希望识到嘅人就做得收到动蛮久。